关于这个问题啊，在藏传佛教里面，确实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财神的修法，就像财宝天王的一个仪轨也好，然后黄财神的仪轨也好，很多都有的。那这种仪轨有没有需要传承？在藏传佛教里面，经常大家也强调传承的必要性、重要性，所以呢，就传承是必要的。但是藏传佛教的一些，就是在藏人的一些民间的信仰里的有一些招财的一些方式，那不一定是全部都是要有什么传承的一个需求。但是我们经常在汉地弘法的这个藏传的上师，或者到了我们明年这个过年新年开始的时候，在各个地方的中心所举办的这些财神的这些发挥的时候，用到的这些财神呢，主要都是来自于密续的密法的完整的这个一些法门。那这个法门的修法呢，确实是需要传承的啊，这个是需要传承的。那这个传承的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当然是你是修这个财神和供财神是，我觉得是也许是可以分开来看，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今天呢，你是在一个自己开了一个店，这个里面供一个黄财神，那你是不是自己一定要有这个传承？也其实是不要。那要什么呢？就是这个佛像也好，坛嘎也好，你要放在里面的，要放一个高处比较适合的地方，前面供一些你经常可以供的一些电灯啊、供花啊、供水啊等等。最重要是如果居住这个条件的话呢，要邀请一个上师来开光。这个开光这是非常重要的。有开光的佛像，或者这个佛像是小的话呢，你去外面去朝拜那个一些寺庙的时候，也可以请里面的这个师傅开光啊。所以无论如何，你就是有得到这个开光的已经有了开光之后的这个佛像，你带回了，你自己供在你自己的佛桌上，或者供在你的家里，或者供在你的店里面，全部都是可以的。那除此之外呢，你还是想再做多一点，就是你自己经常想，我自己要念咱巴兰扎连大爷说话，类似这样的，然后就因为你希望呢，我要要累积财富的这个财运嘛，所以这样的话呢，那你能够获得这个黄财神的口传口传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它没有什么复杂的意思，只是一个上师给你这个口传，然后就这个咒语是你经常自己是可以念诵的，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你邀请其他的上师，也就是修法。这种修法呢，你是功德主的一个身份，请一个喇嘛或2个、3个、10个这样的一个师傅，那就是花多长的时间，他们要做什么一些基本的一些准备，都是这个是按仪轨的要求，这是他们会做的事情。然后你自己的教师呢，就是邀请他们，那就是该供养的、该接待的、该一些准备的。按照这个法会本身办一个法会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条件的安排，那个基本的概念呢，你就可以做得很隆重、很庞大，也可以做得很简单的来就是处理这个呢就是看你自己的实际的这个因缘和实际的情况和实际的条件来做。所以呢，有时候功夫修法不要想的太复杂，或者就是太困难的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呢完全是就是也就自己怎么去就是做都是非常有弹性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就经常呢我们有好几个方式，或者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有一些寺庙专门有做一些
龙王宝瓶啊，财宝的那个宝瓶的话呢，那你也请回来放在家里，然后这样的供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啊，更重要的一个事情是我们自己要懂得同时做布施，累积质量，累积福报。如果我们没有自己本身的一个福报的话呢，那就是就像一个画唐卡的人，他也许可以画出非常好的一个唐卡，但是如果他没有这些材料的情况下，能不能画出好的唐卡？没办法的。一样的，这些佛菩萨和财神呢，帮忙是什么呢？他们主要帮忙的角色是我们本身具有的这个福德能够成为一个实际的我们的一个财运，然后就是去除种种的一些违缘和障碍来，然后就是聚集这个因缘，然后这样来就是我们就是本身的这个财富的这个种子成为一个实际的一个我们可以享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来，然后就是实现。这就是本身就是他们的这个主要的承办的这个角色。如果我们自己本身耗损了这个福报，然后经常做坏事，然后没有累积福报，没有做布施上供下施的话呢，那就是很难说是光靠是一个供一个神佛神来就是你说我要发财，这是有难度的。所以尤其是作为一个佛弟子，最重要是也是因缘和缘起的根本是也是自己的这个善恶趋势，尤其是累积质量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所以如果你现在是比如是一个有钱人，也要懂得布施，懂得要帮助别人，这样的话呢，你不断的会这个福报就你不间断的会一直会拥有的。如果你现在也没有太大的这种财富的能力，那也是你也可以做你能做的一个范围来累积质量，同时你修这个财神，这样是非常好。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呢，一个身体不太好的一个人，他可能是要去看病，然后吃药对他有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是自己本身也要懂得自己的一些作息啊，很多的这个这种怎么说啊，就是经常的自己的这种很多的这个健康方面呢，就是要懂得很多照顾自己的吃的部分、穿的部分任何的部分，你要这个有能力，然后照顾自己的话呢，那就是这是一个你治好你的疾病的根本的一个一个条件。如果你的身体根本上就是完全是已经没办法的话呢，光靠吃药是治不好的。所以呢我们呢希望呢以后一边呢要累积质量，一边呢修持这个财富的这个财神法，然后就这是一种双运的一个概念啊，这样来可以得到更多的福报。阿弥陀佛。Namo Dharmaya Namo Sangha